Hello， 大家好，晚上是 Alan 啊，那个应该是谁呀？大拜迪。สบายดีน้องเชื่อตอนนี้是的，这个靠 YouTube 频道呢，让些小来我到了包内是的，很今年是的，那侬呢有了这个东西好啊 T， 这个都 husband 你和 Alan， 大家你在路面讲的名字看 ，so you can speak English。My English is poor。因为我录 comedy tour 一搞，但录上的是你可以英国直接谈到了，我都参与 OK， 有谈录说的，有谈录没讲文字，他们比我还多录不了文字呢，晒了才 confuse 真的老年字 OK。到那那个字。create whole story 真的老年字係點？一星期家有比較好事情嘅 OK， 一度講夢啊，一度那書啊，天天要聊得長，有時候你要在北京，佢要找原站，一個星期到那都還是沒有莫名沒有 secret 天啊！應該是緣分吧。你要攞對本瓦斯納呢，要你的 Pomri Kid 本瓦斯納呢，你說人情嘅個本瓦斯納真做夢。ผู้สาวงามหลาย ผู้สาวรำหลาย ๆเรื่องเก่า ๆ能夠 เรื่องเก่า 能夠 yes 都还是文上差你的分你更高呢，有些好当那些比好的，一行不满一种样那样，随便一年差我，结果还都还是那眼里有的那你年好提，所姑姑年好提的，好了他是好 baby 姑姑年分你姑姑都还是你一年不招一发问题到。多长时间呢？在一起的时候，一個星期说错了，你还比我快呢，我2個星期決定。因為你一邊是你自己有國藥的，可能就是 obvious，OK。你是包呢，你是談看一樣，如果論成那 obvious，OK， 這 obvious 也這些的，是有啊那樣。大概是有人那點都我都從路北京跟人到北京。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外國人，個都半年了，一個都哭了，一個都卡半年，你自己想。好有容易讲。你的另一半是外國人，如果你自己不懂他的語言，最大的好處就是他說什麼你不懂。哭他不能要，因為自己想女孩的起了，真嘅是還給配了個有幾題，還給讓了個有幾到天了，你好這種是煩啊。比較慘的就是你說什麼啊，他說什麼你不懂，這是最慘的。剛才說這些呢是開玩笑，他這是人螺絲 OK。實際上你的另一半是外國人，最大的幾個好處是這樣。第一個呢，可以豐富你的家庭的文化啊，比如我是中國人，他是老撾人啊，那典型東南亞的一些文化的內容呢，通過我們在一起就會理解得更多。那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跟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呢，他也會更深入的了解中國文化啊，比如說喝茶，比如說餐食，比如生活方式，很多東西它都相互之間有一個學習的這種機會，學習的一個基礎啊，就不會像兩個中國人或者兩個老撾人在一起，你彼此在之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一致的，那在很多問題上就會產生分歧啊。你啲個度不年你可以，你自己想攞你可用出來，你有啲你安聽到你個就嘅個all啲想個 culture 那樣，所以你哋佢哋唔攞，佢哋自己 Chinese 那嘢，但我佢都講嘅所以啲好聽，佢每開啲我就要聽那樣，好所以佢都係是問佢哋唔攞，所以啲佢攞熟淡，好 French，你要做你攞那啲OK，容易明。我說這些不代表我們兩個不吵架，吵架完了以後呢，就會去相互都會去理解對方。他是外國人，我也是外國人啊，所以，我既然吵架呢，那我們就去想那個，是吧？作為成熟的成年人啊，這個家庭，那應該怎麼樣去相互理解，學會包容。你要給呢，你不是猜到的。
都有这些点，花到了时候个些油那样，后来有人自己调的，人自己调到了时候只是个些。结果有么好是有，但是嘛，你好用了好一点，头是有大的，这种你好看些到都你按不了的，刚好年呢，不是你说刚好年呢，结果我是报了些好了，这些点的你很容易呢，我说你二零是个些就好啊，这些点是好配呢，还真的你记。我们俩呢就属于，在一起生活2年多了，有了小朋友。我们2个人的情况就是，我会收敛一点我的脾气。不要发脾气啊，因为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他呢也会这个少一点这个任性啊。两国的这种婚姻下，如果是中国单方的全都是这个2个中国人或者是2个老国人，我觉得在全世界都一样啊。同一个国家的人在一起吵架，有时候不太容易和解，或者是不太容易就是这个让对方能够。把状态缓解下来。因为这里看呀，那也头一些点多，那也个你要读我自己那也没到深的人这样要读那也。有周末啊，还没好confident了，要好一点，可能在那都可以做对人家，之类的又要熬夜了，休息也可能没有80到有可能有年纪了，人家才到点过了过啊，看不着，过下冬天过都知道那个啊，多个女生。我呢是中国的一个北方人，所以在性格上呢是属于比较这个跟我外表不太一样啊，我的性格是属于有点。他呢，他是这个，东南亚典型的这个偏温柔的这么一个女生，美丽大方啊。其实她很聪明啊，但是呢，她也很智慧啊。所以她有她的这个东南亚典型女生的一些特点啊，比如温柔，很多事情她都在她的这个性格里面都是很慢的优点，但是就是也是我们在一起。那个融合磨合的一个好的东西，就时间长了我会发现是好的东西。如果他跟我一样很急，或者跟我一样这个有一定的脾气啊，这个那2个人在一起就是肯定要比那个在一起幸福快乐的时间多啊，这就生活很糟糕。对，要就是对，那好对了，因为真的我妈妈她写了路的呀，所以不知道嘛。你看点那路经过的那路线的那段还是出你们就是要压呀，谁让你也那些是解释就是以后你有那些股份是正常的呀，就是说对放到那些了就是股的是正了那说用放到那，所以有多啊才要找诶啊，那对那些背靠正的呀，因为比如讲忙你选对的写字啊，你都选对的选路那一天要到给哈，有的二零选路是里面还的，有的选路远的，你要这个是到偏旁。安排来出去种样的了，然后给那些生态不是这，人家到还是说是，就是像那这里头了以后，你以后那个你要给自己一抹好的，就是个写实的啊，那好那没必都讲的都正了，咁我还是有些这后个啥的，你要出生活了呗啊。就我出来去的，我们是有那些可能不都还是女孩，我们进到了很长时间练到了，你环境的那个点，你说我跟我一家了，个小 K 呀，你陪你上车的天么呀，给啥的，但我没比你说了，容易那，但我说的过去干都一干有你说那个生他们个去地方那，你那都那个这些事啊。他呢，中文和这个老语呢，就是这个转换，然后非常的棒，而我就不懂老语嘛，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会经常问他，老挝是这样吗？或者是老挝人是怎么做的呢？或者东南亚人怎么做的呢？那他呢，因为在中国留过学，然后中文又非常好，所以他很少问我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会怎么样呢？没有，除非我们会说一些地方的这种地方话啊，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意思？自呢，你有的那你去包容不了呢，所以个有的那个包哎，你说的话那个都该说的，只有像人的说的，可能的不像你真的老的那了呀。
姑姑今天夏天呢就放到那我刚要去到岛里面，或者去找路月，或者生他姑就不经常他那些他路摸的他路上都超行去，你姑摸路的来，他老子现在要那姑娘的姑都自己了去，好我就了他之前的那样，对嘛，星期六和那好的哦，话天就写的那个 subscribe 有鸟，我就了去了那时代那样，对嘛星期六那时的哦，拜拜。